写上。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咱出来第5个人。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过5关拼奖金上最35000，请各位你查登去哦。好，今日介绍咱2队的来宾哦，今日2队哦。 拢是家己报名来哦，真像有影8点的时阵就伫这电视机的头前啊看阮呐，啊，不过来到现场，确实有影无共款哦。好，先介绍我这边的队长哦，阮的洪哥啦，阿洪的心声过来呀啦，洪都拉斯啦。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洪啊，洪都拉斯啦。洪都拉斯啦，嘿啊是。阮这队的队名叫做福气啦，福气啦队。是福气啦，是囡仔，是安怎的是福气？ 啊，是囡仔咧。因为阮这个是囡仔呢，是一个阿嬷足介意的物件。阿嬷今年啊有一点仔岁数啊，但是足介意你的。哦，伊看到你讲，哎呦，美秀啊！哎呦，你有甲这型啦，那遮水啦，啊，甲电视拢无共款。我甲你讲哦，你甲看哦，阿嬷甲吼红哥这个画面啊，你甲看者，有影有电影的感觉呢。阿嬷。 哦，有一日看大家看全家有地位时，我甲恁孙仔讲，吼，我若当亲身来这上这节目，唔该偌好啦。哦，谢谢啦，亲身出马。啊，即马吼，伊就甲我报告哦，去甲我报出来。伊若无当时就要搞的正一日白下讲呢。哎呦，阿妈俾我没有惊喜啦。哦，伊讲阿妈你会惊无？ 听到是惊一条，讲看我有迄福气人来，是，一定会啊！啊，这来时吼，互我昨吼3点较困，5点爬起来，下早是7点06分来新自强的车来，车来，好，来我新娘来，新娘，嘿，啊来时吼，阮头家就甲我笑啊，讲你逐日在讲吼，迄个美秀啊，偌优秀啊，偌水啊，你就爱当场去甲学了，不要，对啦。 而且吼，阿嬷较想遐水吼，佫有一个友好的孙仔。对啊，甲你报名。孙仔佫甲咱报名，我先来问咱孙仔好无？来，孙仔咧。嘿，大家好，我是华华，我是我阿嬷的查某孙仔。啊，真正就是我阿嬷。 逐工拢在看这个节目啊，所以我家己报名来参加这个节目，安尼。啊，今日我嘛准备我家己画的图，想要送给美秀姐甲阿叔。哦，谢谢。嘿，这我家己画的图，嘿。今麦上才情安尼就古水啦。我是一个设计师，嘿。哦，有够古水的啦。赞。嘿，莫，这爱留，这爱留。我这限量。后表亲笔签名啦。哎呀，我看了。哦。哎，这种的礼物吼，无价之宝，无唔着爱家己藏着，嘛好。孙仔做爱心的哦。是，感谢你，安尼个报名来，感谢你咧，欢迎。好来，搁杀入去。孙啊，乖孙啊。大家好，我是为新娘来的乖孙，因为我是乖孙的代表。是。这是金孙，我乖孙，这算石孙。好，欢迎乖孙嘞哦。好，来，咱今晚搁杀入去。 好，大家好，我是阿军啊。我嘛是自细汉就甲爸母咧讲台语，伫厝内讲台语吼。啊，自细汉敢若小学的时阵有摕过台语演说比赛第2名安尼啦。这是因为讲我较早是捌讲台语敢若无偌好啦。啊，即马是想讲要讲含大家就这个机会来大家做伙学习，做伙来安尼切磋啦安尼啦。好，无唔对，好，阮这边就真友好，真刷落去换恁那边啊。阮这边无友好的代表，无啦，我得讲。好来，咱欢迎无友好的代表。拜拜。无啦，阮这边是上爱阮上爱台语的代表，欢迎咱队长阿浩。大家好，我是阿浩啦，上爱台语啦，台语讲无好，我紧爱就是打败来吼，拢摕无奖金啦。所以安尼才有法度一直来啊。阮这边阿嬷哦，你要敬老尊严哦。但是我今日带资源啦，表现一下，看你的资源偌强。来资源来小讲点。资源。大家好，我叫做刘培启，我为台中来的。阿爸，我上电视咯。赞。盖高水，老师的台语足标准的。你是你教学生啊，是国中啊，国学啊，还是？我教国校啊，国学啊，教美术，啊个教英语，教英语啊，后学期要教台语。哦，真好。厉害。大家好，我叫邓云竹，我是为苗栗来，今仔最欢喜和大家来参加这个电视节目。好，来，搁刷入去咧。
大家好，我叫蔡培君，我为当时来，讲台语上解水，欢迎你哦，老师。好，来，我三个字。大家好，我叫朱玉，我对名连来。好，欢迎你喽！来，今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今日的国文老师是咱的陈鸿威陈老师，大家欢迎。马顺讲台语，亲密搁欢喜；生活讲台语，心色无得比。谢谢老师，生活讲台语，心色无得比哦。今日咱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大家来斗鼓，两队的家庭进行斗鼓比赛，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就算斗鼓成功。两队轮流回答，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嘿，大家来斗鼓。你一句我一句。啊，要安怎斗咧？哦，咱这回合吼有3题啦吼。3题哦。啊，每一回吼，咱会讲出一个题目，内底几个字啊乌调，互恁大家来斗，看什么字斗入去多好，意思会使。哦，原来是安尼分数咧。咱这回合有3题，得到上最分数会使得到奖金5000块。哦，去了。因为啊，咱这是新的单元，所以讲阿嬷可能电视顶还未看。还未看过啦。是，所以阿嬷你试看卖，盖好算。哈，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我看到安怎，心中就砰砰喘，差一点啊昏去。哦，安怎，心中会砰砰喘，差一点就昏去。哎呦，来哦，咱请手答哦。来，哎呦，不想看到名牌落去，就心中砰砰喘。导航啊！来，林老师，来，林老师。我看到水姑娘啊，就心中砰砰喘，差一点啊，就昏去。哦，水姑娘啊，心中砰砰喘。老师，安尼对唔对？对。好，来我这边。阿嬷到底想好在等你。好，阿嬷来。看到交通事件。哦。心中的砰砰喘呐！哦，交通事件。是交通事件，心中的砰砰喘啊啦！老师，安尼对唔对？对。哦，袂歹啊！真好，来。我看到烟头仔送，就心中砰砰喘，差一马就昏去。哎呦，烟头仔送啦，心中就会砰砰喘啦。来，老师，对唔对？对。好，来下这边。来，我一讲。你讲这就出力的，大家可能拢有经验。我看到4个家蛇啊，4个家蛇就心中砰砰喘。4个家蛇， 4个家蛇，4个啊，个配食那种的，哎呦，4个家蛇啦，4个家蛇嘛。是老师，安尼对唔对？好啦，好你去啦。好来，我看到恐怖剧情，我的心中砰砰喘，差一点啊就昏去。哎呦，恐怖的剧情啦！老师，安尼对唔对？恐怖剧情好。哎，来，好这边。你讲。来，我看到注射的针头，我就针头，我就心中皮喘。是的，注射针头。哦，注射针头，老师安尼对唔对？啊，敢若减一个，加一个字，嘿，无唔对，不要紧，咱分数先可以哦。来，咱恭喜上爱台语得到1分哦。来，咱来听老师安那解说。虽然咱常常咧讲啊，听有就好，听有就好，不过咱这吼斗鼓啊，咱就是嘛是爱照语法啦，吼啊，所以就是讲，你若要讲，我若看到什么的针头，还是讲什么的射针哦，即安尼的构造就会使，但是因为你这个注射要注什么射，哦，这个句法的问题啦，好爱注意哦，哈，好，谢谢老师，不要紧，咱还有2题呢，加油哦，好，来手跟个2个点名，听我讲，请手带咱当起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下班了我安怎，我拢会去安怎。嘿，下班了我安怎，啊，我拢会去安怎。来，咱请手答，来这边，是囡仔。
下班后，我巴肚枵，我拢会去食饭。哦，我巴肚枵会去食饭。老师安尼对唔对？对。哦，袂歹袂歹。好，来上我这边到啊。来，嘿，下班后我去收水。下班后我去影池，我拢会去收水。看你的啦。我发哎，然后下班后我心情歹，我拢会去啉酒啦。袂有啊，袂有啊。我心情我拢会去唱歌啦。来，阿嬷伫甲你看哦。对啦，敬老尊贤。对。哎呀，阿嬷欢喜一下哦。来分手。终于咱这边得了奖咯。咱先听老师讲了，再来讲拼输赢哈。来，老可师。能伤紧张啦。其实你若是吼心情较平静、较放松，应该袂犯这个错误啦。就是讲，咱无就是讲去收水，有啊。啊，无就讲，因为你这影池吼，咱无安尼缩短安尼讲啦。然后你讲收水池有影池会使啦，吼，无讲干那讲影池安尼啦，嘿，有液池啦，无影池啦。所以就是讲这个词，无一定讲照这个华语的方式去缩啦，嘿，台语的这个无一定是照安尼嘿。名词、动词要想清楚。好，来，手放在另个顶面。上尾一个拼输赢。好，听我讲，车手的咱来当试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头一摆见面，你就安怎，真正就安怎。哦，头一摆见面哦，你就安怎，真正就安怎。来，咱请抢答。好，来，时间啦。头一摆见面，你就去配面啊，真正就万谈。哦，去配面，足万谈。老师，安尼对唔对？好，对。来，请讲。头一摆见面，你就结面手，真正足犀利。哦，结面手足犀利。老师，安尼对唔对？结面手足犀利。啥物了？因为本啊。嘛，动词、名词这爱听。无唔对。来，咱分数。恭喜这边得了第2分哦。咱听老师来解说哈，来老师。同款的问题啦，就是讲你可能是想讲咱若准讲有咧形容够犀就安尼是一个形容无唔对，啊毋过无讲干那讲足犀就安尼，你会当讲足够犀就安尼，吼啊毋过足够犀就甲结面腔嘛无一定连得起来，嘿，你就爱考虑讲你头前即句吼是爱连上到，就是讲字数甲后壁迄个吼，迄爱有关联的对啦，嘛毋是讲对，嘛袂当硬斗，嘿，啊所以就是。你就借我钱，真正足感激，安尼噻，对啊，你都爱有安尼，嘿，对，爱有迄个故事的画面啦，对，哦，是，好，谢谢老师，哎，如果袂歹啊，拄啊开始尔，安尼算真好啊，算是小学一个，吼，是，安尼后抓来，你就知影撇步是啥话，没错，对无吼？好，来，咱看分数，先看阮这边，时间啊得了2分哦，嘿，啊，咱爱台语的咧，嘛有1分哦。嘿，啊，即摆咧5000块奖金你倒一边咧？5000块伫咱时间这边，恭喜！啊，不然咱继续哦，吼，今日去咱的第2回合，手答定歌机。手答定歌机，2队派出1个人来手答，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隆重进行5条题目。嘿，手答定歌机。台语安怎讲？是台语，今日要安怎讲？哦，咱这回合有5个题目啦。5个题目。啊，每一题目吼，就是咱即马课文啦。是古马搭啦，是，拢为台湾飞出去啊，是，而且飞倒咧，飞咱台湾吼，6个外岛，嘿，外岛伊拢去哦，啊，迄个课文你应该拢捌啦吼，嘿啊，这边嘛拢捌课文啊，你甲看，人大家拢捌课文，咱2个徛遮要创啊，拍啦，歹势啊，而且今日佫讲啥，要去哪？要去澎湖，哎呦，够好诶，你知澎湖哇水，咱台湾澎湖哇水。哇水咧，是毋是？去过无？阮杯啊，七米，哦，你去七米，对，石湖啦，香心石湖，是啊，滑滑咧。
无去过。无去过哦。啊，拢看电视节目安尼介绍去旅行啊。另抓哦，带阿嬷通去啊行行，看啦，看阮Kevin今日介绍了有好无？若介绍了无好吼，咱搁看明年再搁去啊。好，啊，咱即摆分数拢知影哦，7万哦。加油啊！好，好，我要出题哦。嘿，Kevin 啊，来，请出题。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未了这个来呢，我是第8岁啦 Kevin。今仔日吼，我来到马公市的天后宫，你看，这个后壁就是天后宫。这个宫吼是全台湾历史上久上长的庙，已经超过400年啊！这代表讲吼，伫明朝的时阵，这个庙就已经伫遮吼。这个庙吼，1604年的时阵进前哦，1604年进前就已经建立好啊。啊，即马吼，这个马公市哦，这个名吼，甲这个天后宫是有关系哦。好，我即马来出题目，请问马公用平湖腔的台语安怎讲呢？请问马公用平湖在地人的台语是安怎讲呢？马公哦，吼，平湖在地人安怎讲？好，来，咱请手答，勇敢不要紧。请，来，好我来。赞。马公，马哦，经马经好啊。确定哦。确定。好，来，老师是不是马经？唔对。哦，是不是音就要差一下哦？吼，来，这边机会哦，阿叔诶。啊，新囡仔咧看哦，老师，啊，新囡仔咧看哦，马经，哦，确定。确定。哦，好，来，老师是不是马经？胜利对。好，来分数。终于得了1分哦，赞。后来，咱听老师来解说哦，来，老师。好，拄啊 Kevin 有小可透露啦，讲吼，即个地名讲法甲即个天后宫有关系，吼啊，因为这天后宫就是妈祖经，吼啊，所以就是因为是妈祖经的即个缩写，吼简称啦，吼，就叫做妈经啦，吼啊，但是呢，你若是海口腔照讲呢，迄个马会可能迄个调会无啥共，会变做马经安尼啦，啊，毋过一般大部分当然是讲马经无毋对安尼，嘿是。先生家己去行一转，你就知影啦，就知影讲迄安怎讲啊。吼，好，不要紧，咱搁有哦，来，咱今日换人。来，第2位哦，是应该是无困难啦。这位是老同学啊。对啊。嘿，阮乖孙的平常时啊，上课以外拢会伫厝陪阿嬷。平常拢会。平常拢会吼，阿嬷甲讲感情真好吼。哦，真好。真好吼。手牵手同齐困。有真无？真应该咱即摆歹势啦，袂互咱看啦，袂互咱看啦。要真上无迄丝巾仔摕起来咧。是啦，是阿嬷逐工拢装啊足水的吼。阿嬷足水的。是，而且阿嬷的教育真好，阿嬷足开放的，啊足。互囡仔发挥，互囡仔家己发挥安尼，是，所以讲这是阿嬷家己用的。阿嬷帮我用的。啊，内底有气泡爱哦，有迄草莓哦。无啦，无人以前啦，这种以后唔好甲这个哥哥，伊会家己较歹哦。没啦，好，来手跟另一点面哦，听我讲，请手答咱才会当试哦。吼，啊，我即摆想要出题啊哦。吼，好来，咱请出题。各位观众朋友，伫顺城门边仔尔吼，咱会当看到这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吼，恁后看就知影，这是日本时代建筑物对唔对？啊，恁注意一个细节咯，面顶吼，因这个画片吼，都是黑色的。啊，即摆咱来看吼，中色是啥物款的画片？来，恁跟我来。啊，即摆咱来看吼，这个较中色的建筑物吼，伊厝顶的画片。就是红色的，对不对？甲咱拄则看迄个日本时代的画片，甲无共款。好，安尼我来出题目哦。请问画片的台语安怎讲呢？请问画片的台语安怎讲呢？哦，画片的台语哦，来，咱请手答。画片。
蛙片汤。那是乌皮汤，较正经的蛙片。好，给我做了真好。系啊，蛙片就是厝顶，对吧？是放在厝顶无唔啊，是对。用啥物件做的呢？嘿，应该是红文图。你即摆你讲材料哦。嘿，我咧想。哦，你咧倒。所以讲吼，蛙片吼，嘿应该是好蒸片。来，老师蒸片对唔对？细汉时阵，旧楼尾顶常常看会到的，伊的台语要安怎讲咧？请问蛙片的台语安怎讲呢？哦，蛙片的台语哦。来，咱请手答。哎，然后来。蛙片蛙片嘛吼你，不要骗。蛙片就是厝顶，对吧？是。嘿，啊骗。敢厝顶？啊，唔是吗？嘿，是放在厝顶无唔啊，是对。用啥物件做的呢？嘿，应该是红文图。哦哟，哦，这个哦。你即摆你讲材料哦。嘿，我咧想。哦，你咧倒。所以讲吼，蛙片吼，嘿应该是哇，嘿，唔对，哇，蒸，哎，是蒸，哦哟，呀，哦，哎呀，对诶。听到啊？哈，蒸片，蒸片水啦。水啊！搞干呢，搞干。谢谢蒸片那这个哦。谢谢。哦，蒸片较顶。好，蒸片。来，老师蒸片对唔对？唔对，哎，好，给我做了真好。来，咱乖孙的换咱啦。捌听过阿妈讲过无？无呢，片是对的啦，片无是对的。片是对的。哎呦，是你有 BAB，我EAB，嘿，是。蛙片，蛙片汤。那是乌皮汤，较正经的蛙片。是。蛙，虾皮好啊，哦，虾片，你遮尔啊坚决，就是讲要虾片。画皮。哦，遐看卖。你讲虾？虾虾。好，我问老师哦，老师虾片对唔对？唔对。哎，阴啦。其实咱若要干那讲一字嘛会使，吼，就是讲虾。虾，迄个调是拄啊好华语无的调，所以若是台语较无咧讲的人，有可能嘛抓较袂准，吼会变做遐，还是其他的音，就是较抓袂准。其实是一个中音的遐，啊嘛有即个腔口差，有的人是讲花，吼，那一字的啦吼。啊当然一般大部分人是讲厝遐，厝遐吼，啊厝花、厝遐拢有啦吼，厝遐、厝花，吼。啊嘛有人呢会感觉讲迄是。虾无唔对，啊后壁若要倒一字吼，其实毋是倒片哦，是倒片，就是讲有部分人会讲迄是虾片，虾片，但是一般较少听到啦，但是是有人讲嘿，啊所以就才有即几种讲法。嘿，对，厝遐啦，虾片，哎，大家了解无？了解。好，来咱今日换人来了解，换人。啊，咱即摆换两个。阿君啊，这嘛是阿君啊，嘛是老师，伊嘛是台语的教师呢。对，嘛是老师啊。啊，你拢是台语社会，就是讲若是今日啊家政课无人，啊你就爱去台语。我是这导师，班导师啊，带班的就对啦。哦，啊这嘛辛苦呢。你会拍无？真歹啊！不过即马囡仔袂当拍呢。对啊，袂当拍。拢爱用爱的教育，啊教导讲，敢讲会听。会啦，讲几摆啊，加讲几摆。不，好加在有加一个加，我想讲讲几摆。即马囡仔吼爱安那，啊甲伊博感情。对，甲交朋友共款啦。对。是，啊若即代应该是更较应该，你即马是大学毕业。系啊，咧读研究所安尼哦。你研究所。啊，你研究什么科的？建筑的。哦，哇！啊，画片你应该会晓。袂晓。歹势，我问唔到问题，歹势。水膜啊。人伊拄啊嘛讲啊，伊即马拢甲阿妈逐道开讲个落啊。开讲。嘿，啊，不过讲了袂歹，伊应该真敢讲。应该袂。啊，学这就是爱敢讲。对啦。对。咱等下若是后一题，咱更加敢讲。就算袂晓嘛爱讲。吼，手放喺另个顶面。好。听我讲，请手答，咱才会当试哦。好。好，来，咱请出题。
各位观众朋友，来到杜城神圣教吼，有一个真出名的台湾的歌手吼，已经住伫遮。恁敢有听过这首歌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啊，还有一首歌叫做《带我去月球》，啊，还有一首歌叫做《天天想你》。对啦，我是咧讲伊啦，就是张雨生。张雨生吼，嘛是起码吼真红的一个歌手张惠妹的师傅哦。好，安尼我来出题目，恁敢知影张雨生这个歌手名的台语名安怎讲呢？请问张雨生的台语名安怎讲呢？好，张雨生哦，好，咱请手答。哦，老师来。老师。张雨生。张雨生，嘿，是确定。确定。好，来，老师是毋是张雨生？对。哦。你接翻就对啦。好，来分数。终于得到第2分咯。来，咱请老师来解说。咱若是知影台语歌吴雅辉吼，还是讲像迄个歌谣作曲者即个郑宇宪吼，就会看到有即个“武”字的文言音啦，嘿啊，所以人名的大部分原则拢是爱用文言音，所以即个无讲落雨的雨，爱讲即个武吼啊，然后即个毋是讲即个生还是生，爱用生吼，即个文言音，所以倒起来就是张雨生，嘿，是以上。谢谢老师。老师无老亏啊！对，安尼咱嘛学着啊。我是会晓啦，市上班啦。哦，系啦。哦，安尼就好，后一题看咱啊哦。加油加油加油！好，来，咱今日换人。阿妈，阿公拢安怎甲你叫？汤诶。拢叫我亲爱的。哎呦，啊，你安怎甲叫？我讲，我来电视也叫我最爱的。哎呦，你甲看真爱啦，啊，甲我上爱啦。阿妈，啊，恁结婚几冬啊？56年。哦，冬啊哦。但是拢捌恁2个啦。安尼哦，嘿，好，安尼阮会甲问好啦吼。阿公你好，我最爱的。我台语甲伊讲谢谢。嘿，对，嘿，啊那咱便当店的头家娘，你平常时啊，你店的拢讲台语啊？啊，毋过阮遐是客庄啊。啊，对。啊，毋过你安尼你爱学无？会晓听啦。好，阿嬷。咱即摆要出题啊哦，吼，手放喺连个顶面听我讲，请手在咱才会当试哦，好，唔通紧张哦，好，来，咱请出题。各位观众朋友来，我首先来介绍咱来这个所在吼，就是顺城门。顺城门吼，因为恁知影边吼有足侪历史足古长的一寡所在哦，像咱拄啊去迄个天后宫吼，即摆咱来到顺城门。啊，今日是拄好有对到一个观众哦，你好。你好啦，啊，你边哪称呼？我姓李，啊，你姓好。啊，恁今仔日哪会拄好来这佚佗？今日即摆就是拄着反休热，啊，规家伙啊，带规家伙啊来这佚佗安尼。哦，了解。啊，你来到病哦，敢有捌来过啊？差不多20年前捌来过。20年前哦，安尼已经真久啊呢。足久以前的啊。了解。好，安尼咱知影吼，那像咱这顺城门吼，离平湖遮吼有6个，你敢知影这是第几个？我唔知影呢，不要紧，不要紧。好，亲像咱平湖遮吼，这个顺城门到天后宫，这2个拢是遮哦，足出名的这个遗迹啦。是。安尼咱来问咱观众朋友吼，对，你敢知影遗迹的台语要安怎讲？遗迹哦，这真歹讲哦，唔知咧。好，不要紧，咱来问咱观众朋友看卖好不好？好，来，请问遗迹的台语安怎讲？请问遗迹的台语安怎讲？是遗迹哦，遗迹的台语哦。好，来，咱请抢答。哦，来，头家娘。遗迹，确定。好，来，老师是不是遗迹？好，胜利对。哦，袂歹哦。哪分数？就可以得到第3分咯。哦。好，来，咱听老师解说。来，老师，这有文白音的差别啦，吼。是。但是文音是有节这个音无对，吼。啊，但是较侪人讲白话音，吼，白话音是呀，哦，有的是讲日呀呀，有的是了呀了，吼，微呀微了，这个白话音的讲法，吼。是。啊嘛是有人讲微节，这个用文言音的讲法安尼，嘿。好，谢谢老师。来，我要问阿妈，阿妈你有话要甲我讲对无？你知影安怎讲哦？
我若是要讲这个，啊，都你手紧着一个手，手较慢啦，是，所以你的答案嘛是共款是微积，微积，是啊，真可惜。无要紧啦，我要来是伊拄着伊讲叫我来烧尿啦。无要紧啦。我阿嬷我会讲，阮即马阮这节目吼，足流行迄种拼盘。哦。所以无要紧啦。所以讲唔免紧张，免紧张。哈，好，谢，不要紧，咱等下决定阮就好啊。哈，来，咱紧嘞，换来。哦，你嘛足久无来诶，对啊，伊都无请我来，系啊。是啊，唔是你无闲啦，唔是我无你请你啦。最近就是甲伊的名同款，红到拉屎啊。哎呀，穿甲抓袂掉啊。真穿甲抓袂掉。你目镜嘛穿的啊，啊鱼就一直甲啪咧。对啊。看到你啊，啊对啊，因为迄讲个袂少甲我讲啦，讲哦，你即卖袂歹。系啊，伊就伫甲鼓励啊，啊拄着哦，一直讲鼓励哦，啊咱这个人哦听着鼓励哦，都奋斗，啊你爱较骨力咧，有甲你鼓励无？哦，对啊，系啊，然后去就接去佚佗啊。系啊，所以讲你拄啊讲阮的题目有较困难。足困难的，无我一直会晓的。真的假？真的啦。安尼你搁较来？唔是啦，我讲小紧啊。我来主要是在看你，看袂少的，点解？不过你顶出来是无共款，你顶出来足强的呢。真的哦。对啊，足在咧，拢碰啊就会晓。我嘛是袂当。我若要强哦，是为即马才开始的。哦，就大家开始强，对无？阿妈，小你一个。所以讲，咱即马对面的哦，老师，嘿，背起，咱都爱迄落啊哦，伊要强啊哦，爱加油哦，莫有拍倒，伫厝的拢伫家头咧摇。我甲靠一支嘴啊，尔，做效果会较侪。安尼就赢，是啦。好，来手放在另一点面，听我讲，唱手咱再当吃哦。好，来，咱请出题。各位观众朋友，你若来到都城石川下啊，感觉足热，你若带来买一包这个海燕窝。海燕窝到底是啥物呢？海燕窝就是一种海草，这海草就是会当做这个饮料吼。我先试看卖，我即嘛毋捌啉过。哇，安尼冰冰哦，啉起来安尼足凉爽诶，真好啉。好，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啊哦。请问海燕窝的台语安怎讲呢？请问海燕窝的台语安怎讲呢？海燕窝哦，好，来，咱请手答。来，我知影燕子叫燕啊啦，燕哦，海燕啊，海燕。咱需要喊你啊，复杂。海燕哦，海燕哦。啊，海燕哦，哦，袂歹呢，差不多安尼啊。海燕哦，海燕哦，海燕哦，哦，海燕哦，海燕，海呀，海呀，燕窝的台语安怎讲？N O 啊，啊，就叫 N O 啊。啊，海燕窝要安怎讲？海燕窝，讲了海燕窝，海燕哦。哎呀，海了啊！你试看卖？海 N O，海 N O，哦，来，老师是不是海 N O？ 哎呀，海呀，该上三工啊？系啊，嘿，蒙海嘛，嘿，不要紧，来分数。容易就得到头一分咯。啊，中好，来，咱听老师解说哦，哈，来老师。哦，我写的是吼，心中皮串。我嘛是啊。哎，什么的海燕啊，蚵什么呀？我想讲这你应该知影。啊，燕子是唔叫燕啊？对无？唔对，迄白话音嘛。嘿啦，燕啊，迄燕，迄是白话音。啊，这个燕就是文言音啦。嘿啊，啊，咱这词就是用文言音来讲，所以 N O 安尼啦。我想讲你应该知影 N O 奈讲什么海燕啊？哎呀哦，加在要有收哦，加在有一分。我紧张的呢。对啊。哦，袂使逐题拢答，拢唔对咧，一题都无，这歹看的。对啊。好加在。啊，真正要强去，无一定爱破啦，一定爱破零的啦。好，来，咱请回，咱来讲看一下分数的哦。咱看咱四囡仔这边。四囡仔即马得到1分咯。嘿，啊啦，咱这边爱台语的咧。得到3分咯。所以奖金对边。奖金1万块，伫咱爱台语这边啦。好，来
来，咱后一个奖金偌济？哦，咱后一回合奖金是2万来加油哦！哦，两边拢加油哦！好，进来咱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斗阵拼输赢，拢总有5条题目，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进行5题了，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哦，咱这个回合就3个答 A、B、C。红哥这边，是啊，是囡仔5000块，5000块，嘿，啊那咱这边老师的1万块，1万块，啊，这回合是2万块哦，拼大队就这嘛哦，对哦，拼落就是这边就是2万块啊哦，吼啊这边就是3万啊哦，啊这哦，其实阮这个回合上紧的就是冰盘，听讲是逐摆拢冰盘，嘿，咱逐摆拢冰盘哦，要试看卖无？若要试看卖，咱即马就来啊哦，加油哦，吼加油哦，看好详细，再个试答案。啊，我会甲恁讲试答案，咱再同齐试哦。好，来，小妹，咱请出题。请问，传统风俗会伫几岁时阵拜亲娘妈，代表这个囡仔已经成年咯 ？A 16岁 ，B 18岁 ，C 20岁。阿嬷讲伊的时代都是16岁，哎，因为这传统嘛，风俗嘛，哎呀。我想讲18岁才是成年嘛。哦。啊，伊讲无啦 ，A 啦 ，A 啦 ，A 啦，来啦，我们做会生，做会死啦。讲这句啦。你敢知影几岁爱拜亲娘妈咧？讲过回来报你知哦。好，来，进入10秒时间。是几岁咧？几岁？16、18、23。拜亲娘妈啦吼。嘿，亲娘妈。我会记拜亲娘妈是7月初7。是。今年还未拜着。是，这是当年的代志。3、2、1，好，来，时间到，咱请示答案。B C A。这边是 A， 输赢啦！这边有可能你会甲到赢。拢足肯定的，啊，咱这边就较无把握。不过不要紧，你是因为分散风险，所以讲你选 A 吗？无，阮尊重阿嬷的讲话，阿嬷讲伊的时代都是16岁。是。哎，因为这传统嘛，风俗嘛，哎呀。啊，所以讲阿嬷你无把握哟。唔是啦，伊就讲无甲风险食算好啦，阮就少年的啦。哦。少年我就选定啦。不过有当时啊哦，要听老人言。哦，这明显。啊，那这边吼，这边好。内面你上少年。我唔知，我本来想讲我要饲迄18岁，我想讲18岁才是成年嘛。哦。啊，伊讲无啦 ，A 啦 ，A 啦 ，A 啦，来啦，我们做会生，做会死啦。跟我讲这句，我讲这句啦。来，咱来看一个哦，正确的答案是。啊，真可惜，不要紧。来 B、C， 给我试一个失败。你会使讲是咱台南吼传统的风俗啦吼。啊，啥怎是台南呢？因为有一个讲法是讲过去伫咧台南的5条港遐，有足侪这个古礼啦吼。啊，这古礼呢，若是还未满16岁呢，敢若领半薪尔。哦，爱16岁才算讲大人啊，安尼才会当领全薪安尼啦吼。嘿，啊，所以这16这是有过去这个历史的这个因素。哦，啊，拄则已经有讲啊，就是这个拜亲娘妈嘛吼，对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台南就是甲做16岁。哦，做16岁还是做16岁吼，这个腔口差吼，就是讲这个风俗，就是台南的一个足大代志就对啦吼。那大概到这个旧历的这个7月初7，哦，咱台南在地就是足慎重来办这做16岁这个活动。嘿，大家若有闲吼，有时间7月初7去卡达会当去看卖。正高5条3条，麻烦替我试一个后一题。上个，咱请出题。请问
台湾的食食文化有一寡禁忌，倒一个情形是千万唔通做的。A. 食饭的时阵，拄煞落去涂骹落。B. 穿内裤食饭。C. 甲碗捧起来食饭。来，恁有10秒的时间哦。是禁忌哦，会记哩哦。是。今日讨论哦。拄啦，D 啦，落去涂骹。食食文化。还是穿内裤食饭，敢会看你？嘿啦，还是甲碗捧起来食饭。好来5、4、3、2、1，好来，时间到，来，咱请示答案。这对真奇怪呢。A B B A， 嘿，这 A B B B C， 你啥那是选 A？ 因为阮较早阮妈妈拢唔爱人食饭，伊就猪壳好，唔爱人安尼削来削去，削头壳就收起。嘿，拢会拍伊手，去开手哟啦，伊那个涂骹去，对唔对？还是要食土哟。嘿，对。因为以前猪那个涂骹，唔是讲有人要请，嘿，迄反正是嘛，嘿，只是讲有的囡仔是猪安尼夹，歹看，你就跣，嘿，猪就会落去涂骹。嘿啊，是，原来这是，不过是禁忌哦。这可能要禁忌哦。其实阮伫厝内底穿内裤食饭，定有诶代志。是，阮主要上爱嘿啊，所以我头拄看这个选项，我想讲，若是用妈，就是莫穿内裤。莫穿内裤。啊，那个碗捧起来，这嘛是啊。做饭的时阵拢爱碗捧起来啊，哦，一定是 A 嘛。阮家有3个是穿内裤食饭啦。无，第无伊选穿内裤。选择的就是穿内裤食饭啦。是，千万唔通的禁忌啦。对啦。啊，重点是你碗捧起来食饭。我想较济，我就是讲碗摕起来食，安尼是去食。啊？去食？嘿，膝盖。系啊，唔是吗？我知影，但是无去食要哪食饭？你演者。去食应该是无来，饭互你食，来。去食应该是用白。去，迄唔知是。去食是起角是碗啦，是迄碗起一角啊。不膝盖要哪讲膝盖？去食，系啊。对啊。去食唔是食饭咯。太看。我感觉伊这理由我无法度欢迎。到底 A、B、C 答这是答案呢？到底内裤爱穿无？对啊，咱来看一下哦，正确的答案是。来3条命留落来啊！这麻烦4条命，搞起你穿了就好，嘿，4条搞起失败。所以有影有些时候无共语言的风俗会无共款啦，可能咱这边有较侪拢想到讲是。伫落去涂骹啊，有人要请，就讲好听话安尼话。你嘛拢嘛咧讲。但是真正是像古早这个阿嬷所讲的啦，古早拢是禁忌讲袂使伫落去涂骹。当然这是有一个讲法是讲，因为古早是祖先拢会待伫咧厝附近，还是厝的，甚至有的族群是可能就待咧厝的下骹，还是厝的附近安尼。所以就是讲，刚刚讲会去。惊到祖先迄个意思，袂使家己插着安尼啦，搁另外有一个禁忌，有人讲是讲食饭了后，迄饭的碗袂使倒卡伫桌顶，卡伫桌顶，这一种讲法是讲卡喺桌顶就是袂搁食饭啊，安尼，安尼会拍切衰安尼啦。是，对。是，所以可能咱爱去了解无共语言族群的伊的文化风俗吼，大家族群无一定共款。好，毋过加熬。1条命，咱嘛甲人拼，不要紧。加油！来，咱这边有3条命。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有名的圆山大饭店是伫咧日本的时代起的？你敢知影？迄当阵这是一个什么款的设施咧 ？A. 新社 B. 总督行馆 C. 殡仪馆。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好，新社，总督行馆，嘿呀，无论殡仪馆。阿妈应该无经过日本时代啦。要紧啦，是4、3、2、1，时间到，请起答案。好来。你拄啊拢无想呢，阿嬷阁有想者，到底是新社还是3位？你拢无想，你就饲新社。你知影为虾米无？为虾米？阿嬷用眼神甲我讲，
阿嬷讲，哦，哎呦，甲我饲下啊，因为阿嬷是捌去个银山饭店的。 是，嘿嘿，伊见证过银山饭店的历史，是，所以知影是新社，因为日本人的新社非常的多，而且非常遮多老百姓最爱去的所在。是，拜拜，求平安的，对。来，老师你是用药的，用药。啊，你来无想要药新社的？这是大家讨论出来答案。好，咱来看一下吼。啊，若是答案是 C 的趣味啊。系啊。看饭说话被羞谈。来哟，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 来，老师，麻烦替阮一个失败。加油啦！这因为时代较久啊啦吼，古早是日本时代的时阵，伫个1901年吼，就起这个山轮啊顶的这个新社啦吼，啊落尾有改名叫做新宫啦吼，啊毋过外界大部分也是用新社来讲，嘿啊，所以落尾号做台湾新社。 嘿，是一个就是对日本文化来讲，就是拜天皇拜其他一寡神吼，的一个算做足重要的所在就对，嘿。好，谢谢老师。哇，真正哦，够对啊，因为以前的医山甲即卖医山是无共款的咧，嘿，毋过即卖无共款，就是分数无共款。是咧。正咧，嘿，咱好的这边，吼，咱的爱台语这边的分数较悬。原本1万块。1万块。 吼，咱这边就是5000块，韩国家5000块，啊，不过咱即摆搁较读起哩咧。即摆因即摆分数就是25000块咯。变大咯，变大成功。阿妈，有欢喜无？要紧摕奖金吗？好，咱继续搁摕落去好无？好，今仔去咱的俗语我来排。 俗语我来排，当中有5组的题目，大家轮流把正确的俗语排出来，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1票1000块，奖金就予恁全家砸转去。嘿，俗语我来排。哎，大家斗阵排哦。哎，咱奖金偌济？咱即马奖金有25000块。25000块，就是25秒。 哇，啊，你敢唔够？有淡薄仔无够，再添30秒，互恁好冇？来，红哥第一个哦，来第2、第3、第4、第几个？来，爱团结咯，爱团结咯吼，团结。爱团结咯，拢同我讲，大家来边仔看不要紧，嘿。来，嘿，安尼啊就好。第2 stand by 就好啊。好，来，咱请开始。 天公安怎？公人，是不是？哎呦，对，袂晓剃头拄着什么？拄着什么？阮兜阿嬷来拼奖金，因会当提走偌济奖金咧。天公安怎？公人，是不是？哎呦，对，袂晓剃头拄着什么？拄着什么？手啊，正确，过来，细汉头板布，大汉头壳牛水啦。来好，好手安怎？忘记。哦，正确，阿妈来。什么叫咪？歪去给歪，给。咱下一排。这几句应该大家拢通常较了解啦吼。简单讲者就是天公疼憨人意思是讲咱若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做代志、挑剔的人吼，天公会特别来疼惜安尼吼。然后袂晓剃头拄着好手主要就讲好手，因为规个好嘛吼。你要剃歹剃安尼啦。意思就讲这拢无经验，你就拄着这种歹剃头的安尼吼。另外迄个细汉头板布啦吼，然后大汉的头壳牛，当然这俗语拢为着要照顾啦吼，嘛是下咱农村社会，这个有种布吼，有饲牛安尼，所以就意思就讲细汉可能做较细项的歹代志，但是有可能若无甲伊这个引导，无甲伊牵转来，有可能后就会做较大的歹代志安尼吼。
对啊，外喙过食好味，咱可能常常听人讲笑咧讲啦吼。啊，这当然本来意思是咧讲，可能本身条件无好，啊，毋过可能对做侪代志有足过头的动妄，想要去食好的物件安尼啊，意思就是嘛有人用伫咧讲，可能就是你本身毋知影家己的斤两啦，毋知家己的轻重安尼，吼，拢有即款的譬如安尼。好，以上。是好，来，今麦上重要就是咱奖金啦。奖金偌济？剩27秒，无扣到25秒，所以25000块拢摕落去哦。阿妈，恭喜你，25000大家摕倒转去哦。好，咱今麦进来去哦，颁奖。来，今麦颁奖，进来颁奖哦。来，恭喜阿妈，25000甲你迄落啊，你最爱的，嘿，讲一个，嘿，臭肥姐，三号呀，我最爱的老公，哎呦，我中奖了，赞，幸福呢。嘿，啊后抓公也有兴趣哦，嘿，请讲嘿，当地来，也使来呢，哎呀，来呢，你阿讲米寿有够水的，啊，香高高对，华华讲出名啦，是，阮就听讲哦，伊来，阮咧做引导的，惊叫昨天来爬起的。哪有要紧啊？你嘛足水的啊，惊什么的啊？即马讲引导足骄傲的，嘿，啊若是嘛是感谢吼，华华吼，为这互阮足高水的，无唔对，好。今日啊，咱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感谢咱的陈凤辉陈老师拍车鼓励，感谢老师。各位讲台语，专家有智慧。专家有智慧。哎，咱斗阵拼来去。祝你大家拢欢喜。再会。阿妈谢谢。困3点钟。谢谢。哎呦，感谢报名。